那金刚舞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它不光是一个舞蹈的表演，那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怎么说呢？佛法。那么密宗很多方便法门，其中一个方便法门，而且是非常殊胜的法门。那么这次呢，就是有一个因缘，那就是供得住清法的单位，于洋老师他们一直就希望有这么一个金刚舞的一个这样的法。那么这个来说的话，也是刚好今年因缘就成熟了，那就我也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法的话，那也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末法时代众生的功也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今天特别安排了一个莲师八边其中的狮子护生的金刚舞。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它的作用呢，就是改变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然后消除很多的闭魔外道以及对佛法有邪见者或者诽谤者，或者就破坏佛法的很多的魔障都可以去除，所以它是非常殊胜的一个金刚舞。那同时呢，在莲师八边其中的狮子护生来说的话，就是莲花生大师为什么显现成狮子护生的样子，他是特别为了去除外道做对佛法的修行者的障碍的时候，他为了去除外道的障碍以及魔障，所以特别显现出来的。那就任何时间当中，就是只要是祈祷莲师八边其中的狮子护生，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今天呢，就是特别的有真正的跳金刚舞，那就相当就是跳金刚舞的人，也是他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他也并不是说只是身体的动作学一学就可以跳，并不是这样，他也是能够真正的尽信在佛的见解，那么在不严厉佛的傲慢的情况之下，能够跳金刚舞，这才是最圆满的一个金刚舞。所以金刚舞并不是说是普通的一个舞蹈，然后这都是怎么说呢？面具，然后手上戴的法器、衣服，都是每一个都是有汉译的，非常殊胜的汉译，有非常殊胜的象征。因为这就是狮子护生他的庄严，那么他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来说到也是，并不是他随便穿一穿各种衣服，或者随便那个拿一些各种法器。不是这样的，那并不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自己漂亮，就是换各种衣服，并不是这样。那就是今天戴面具跳舞，也是并不是因为我长得没有那么帅，所以是戴一个面具才可以，也并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跳金刚舞，我跳的可能也是不知道跳的好不好，但是也是这是一个修法，这是一个发挥的过程。那当然我知道那个很多人跳舞这样的时候，先要身体运动减肥怎么样的，那我又胖，然后就又懒惰，平常也不运动，所以可能也跳不出来什么好的。而且刚好就昨天八仙女跳了这么好的舞蹈，所以我想可能今天我跳起来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看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莲师八边其中的狮子护生，所以要祈祷，我相信会得到价值的真理。好，谢谢。